随着民众对精品的热潮，以奢华高贵出名的品牌进驻百回专柜，同时嘛邀请品牌好友陈浩生出席开幕活动。活动当中，伊嘛替伊的角色选择适合的香味。剧里面就是跟徐伟宁、伟宁姐一起演出一个我觉得蛮禁忌的一个感情这样子。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很多场戏在拍的时候，我就跟伟宁姐讨论说，如果有一个香味能够代表我们两个之间的感情的话，那应该是这个。怎么那么浪漫啊？陈浩生伫接受访问的时阵嘛，足趣味的分享伊第一摆喷香水的经验。第一次用香水是，我妈妈教我的，对，她就跟我，其实我也就只是觉得我妈妈身上味道很香，然后我就问她说，妈，为什么你的沐浴乳那么香？她就说，好吧，其实我是喷这个东西，然后等到她出门之后，我就会偷偷去她房间，把她那个东西拿出来喷在身上，这样子。对，就是喷女香这样子。为着庆祝开幕，该品牌推出私人调香迷你珍藏组，打造夏天上特殊的香味。唔通错过的时尚品味，就伫咧星光三月台南新天地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